當現時智能手錶由啲運動拍檔走向專業嘅健康監測裝置，呢隻全新嘅華為 Fit 5 Pro 咧，可能就係你集運動健康於一身嘅好 partner 之選。佢唔單止靚仔，更加可以提前預警健康風險，覆蓋全場景運動，兼顧日常實用嘅全能產品。對比同價位嘅競爭對手咧，佢今代帶嚟咗全新嘅糖尿病風險評估、CE 認證嘅 ECG 心電圖、多種專業嘅運動模式，同埋全新嘅微運動模式，仲有10日嘅長續航等等，交出一份幾乎冇缺點嘅答卷。近年香港出現咗2大尋龍殺手啦，一個係心臟病，一個係糖尿病。咁呢兩種病咧，好多時咧都冇明顯嘅病徵，往往發現嗰陣時咧已經係確診嘅狀態。香港目前有70幾萬嘅糖尿病患者，咁佔咗人口嘅1成左右，即係話每10個港人咧就會有1個係糖尿病患者啦。而且咧仲有年輕化嘅趨勢。呢個時候咧 Watch Fit 5 Pro 咧就派上用場啦，佢可以幫你更早咁察覺風險啦，盡早咁採取行動。佢透過非入侵式嘅 PPG 方案啦，信號收集唔同狀態嘅體徵數據嚟評估用家嘅糖尿病風險。首先手機進入咗呢個華為創新研究，然後點選開始體驗，啟動新一輪評估，然後我哋再填入一啲個人資訊啦，比如年齡、身高、體重等等。完成之後就可以開始評估噶啦。咁只要維持佩戴咧，咁佢就會一直收集你嘅數據，上面嘅 percentage 咧會慢慢咁增加。咁根據我測試嘅經驗啦，大約一日咧有30% 左右嘅，只需要連續佩戴3至14日就會完成成個評估。咁我就幫大家測試咗噶啦。咁我佩戴到第4日咧已經出咗結果，咁就中風險。咁結果好受生活方式影響嘅，比如我哋呢啲普遍有睡眠不足嘅問題啦，會直接令咧風險信號提高嘅。咁呢個監測評估對於我哋呢啲中年人嚟講咧，就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啦。咁畢竟佢只係一個風險評估啦，唔係專業嘅醫療器材。有懷疑嘅就最好盡快去就醫啦。Watch Fit 5 Pro 搭載咗 CE 認證嘅心電圖同埋脈搏波心率不整分析，幫你提前監測心房顫動、動脈硬化等問題嘅早期徵兆。同時咧就支援睡眠呼吸監測，偵測睡眠中嘅異常呼吸模式，帶嚟更加全面嘅健康視覺。總而言之，令你更早察覺隱患，喺問題惡化之前咧先採取行動。現時非常流行嘅球拍類運動，包括網球、pickleball、羽毛球，都有第三方 app 專門去對應翻嘅。只需要將個 app 安裝到手錶上面啦，之後戴住喺握拍嘅手上面，就可以精準咁識別出正手擊球、反手擊球、揮拍類型、扣殺次數、揮拍嘅速度等等專業數據。每一次揮拍、每一場比賽都可以完整咁記錄落嚟。打完之後咧，直接喺手錶或者手機 app 上面復盤，幫你更科學咁去訓練，快速提升水平。另外，對於玩高爾夫嘅朋友就更加正啦，內建咗超過17000張高爾夫球嘅詳細地圖，果嶺沙池坡道數據都一應俱全。而呢一點咧就係比生果 Watch 好得多噶啦，因為咧佢呢啲功能往往就需要付費訂閱嘅，而華為 Watch Fit 5 Pro 咧你係免費就可以用。華為 Fit 5 Pro 今次仲有首創嘅微運動模式，會定時提醒你坐得耐之後咧要起身喐下。咁微運動嘅好處咧就係唔受場地限制，亦唔需要器材，徒手做就得。咁內置咗30組輕鬆舒展嘅動作啦，可以舒緩坐得耐帶嚟嘅僵硬，加上有趣嘅熊貓微運動標盤設計，累積次數之後咧，更加解鎖唔同城市嘅背景標盤，功能就升級咗咁多啦。咁我哋睇完內就梗係睇下外啦。咁今次外觀咧，華為 Fit 5 Pro 採用咗航天級嘅鈦合金標圈，同時用咗好少見嘅填油工藝，咁大大提升咗呢個奢侈感。咁呢個工藝咧就喺個標圈嘅表面刻個槽，然後咧將啲油漆就填入去。咁配合埋錶帶整體設計更加年輕化，加上 2.5D 嘅藍寶石玻璃，內磨又有質感。1.92寸嘅大芒，咁四邊咧都係 1.8mm 嘅超窄邊框，峰值亮度提升到3000嘅 nits， 唔使遮唔使擋，強光下咧依然睇得好清楚，所以喺戶外運動真係方便好多。Watch Fit 5 Pro 日常常規使用咧可以長達10日嘅續航能力，就算出門去一轉短途旅行咧都唔需要帶充電器。錶身控制喺呢個尺寸入邊。然之後重量又只有大概30個 gram， 咁幾乎做到咗無感穿戴，搭配透氣嘅編織錶帶就更加輕身、更加透氣，長時間佩戴咧都唔會唔舒服。喺兼容性方面咧，佢都係非常之友好嘅，無論咧係 Android 定係 iOS 嘅裝置都可以完美咁連接，唔會話單一生態綁定。消息通知、來電提醒、數據同步都好穩定。日常仲支援支付寶 HK 嘅二維碼支付啦，提一提手就完成付款啦，方便快捷。咁最後我哋總結一下啦，華為 Fit 5 Pro 唔單單係一隻智能手錶，佢仲係一個24小時嘅健康管家。如果你非常重視身體健康，想要提前監測慢性病風險，如果你中意打波、戶外騎行等專業運動，如果你討厭頻繁充電，中意輕薄質感同實用體驗，咁呢隻 Watch Fit 5 Pro 絕對係2026年值得入手嘅多樣性智能手錶。咁今次我放福利俾大家，用我嘅專屬優惠碼啦，上華為官網購買 Watch Fit 5 Pro 即減200蚊。
而且仲送華為 FreeBuds SE2 陶瓷白同埋智能體脂磅，幫你運動娛樂一步到位。如果大家對華為 Watch 3 Pro 有咩問題嘅話，可以留言問我。